刘兄这平安。吼，即摆天气还阁真无稳定吼。有时咱会感觉讲青灯个足热的，但是若到日头落山的时阵足寒的。吼所以大家要注意，大家的身躯吼，带个外套吼，洋葱式穿脱啦吼，会当自然安尼。吼顶礼拜若有去参加野外礼拜吼，我想咱有一个真好的体验。吼，但是咱知影一项代志，无管咱生做啥款，吼，咱看见住伫遐的人，吼，因的身躯可能有甲咱无啥共款，可能嘛有真侪所在无方便，但是你会当看讲因充满笑容，吼，因为上帝拢听因啊，上帝互因伫迄个所在咧徛起，吼，即摆有比较侪甲社区会接触，吼，渐渐伊嘛会甲咱这生活有真侪所在会当接连做伙，咱是上帝互咱健全的身躯，总是咱嘛有可能会破病，吼，咱可能爱做治疗。咱可能嘛有心内郁卒的时阵，吼，咱拄着无顺遂的时阵，但是咱爱仰望咱的上帝，因为逐时阵伊拢听咱，逐时阵伊拢听咱的祈祷，逐时阵伊拢甲咱同行。无管咱经历的是啥物，咱嘛爱翻头，会记得甲咱的上帝分享。当咱足欢喜的时阵，感谢主，求伊帮咱，求伊甲咱相共欢喜。吼即时咱来到主的殿院。三甲来敬拜上帝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听我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当阮自执伫主你的面前，主阮欢喜来调记你，亲像今日的好天气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咱带领，互阮今日的服侍，伫主你的面前，诚侪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。也求你帮咱带领，当阮调记你的时，阮将阮的心思意念专注伫你。恳求你帮咱带领。互阮伫守圣山的时，互阮知阮家己的软弱，互阮知影，阮爱把握机会服侍你，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来到咱练诗的时间吼，咱来先来练圣诗182首。其实这两条诗歌拢，今日要练的诗歌拢真熟的诗歌啦吼。圣诗182首，请琴。来，第一层。我心专留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，仁爱恩恩宽并超正，公义伫你天的。第二层，我信耶稣基督，甘愿上了罪恶，定十字架献心罪罪，仁爱袂通切倒。这首诗歌。咱看到下骹伊是对用心神诗出来，用心神诗就是咱长老教会上早的一版本的圣诗。这版圣诗拢咧讲啥？因为伊原来10几首尔，所以足少首的，所以伊内底所有的内容拢讲到咱信仰有关的基本的各种要求。所以上信仰上基本的要求，拢伫这个叫做用心神诗内底，这甲咱传道伫讲的上家的诗，其实同款意思。上家的诗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因上基本的信仰的根基。一站搁行一站的是，大概你要去到耶和华的殿的是，你爱回应这个上帝所讲过的话。所以用心神诗差不多是这个立场。所以咱搁来唱一遍，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所以咱看伊的歌词，拢是信仰的根本。我心专留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，仁爱恩恩宽容超正，公义伫你天的。第二节，我信耶稣基督，甘愿受人罪过，定十字架献
实你唱这种诗歌，有时咱会使真严肃、真坚定来伫唱，哪亲像伫唱进行曲。啊，但是咱有当时啊，嘛会使足轻松的口气。我会记得我阿嬷年老的时，啊，拢坐伫捧椅，啊，骹害咧害咧，啊，伫唱这种诗歌。啊，其实伊唱的是就是歌词，伊用的总音色拢足轻的，真轻松。伊只是伫回忆上帝逐项的价值。咱用这个心情来唱看卖。我心专念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，仁爱永更观念交真，公义的天的。搁较慢一寡，阮阿嬷唱搁较慢。我心专念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。第二站，我是耶稣基督，甘愿受人罪恶，定是一个献身罪者，仁爱袂当切断。哦，安尼唱嘛是有无共款的感觉啦。好，咱再来练下骹另外一首圣诗136首。请琴给咱弹一遍。耶稣做咱牧者，老咱拢无害，破地的形象，真安稳自在。咱应该着对伊，我可以传路。其实像这种诗歌，咱在唱的时候，有当时咱亲像伫咱讲广告，也是咱伫讲一件代志。耶稣做咱的牧者，咱有感恩的心，啊，咱用真轻松的心情，咱来描述这件代志。哦，啊，所以唱这种诗歌的时，咱唔免心严肃，咱真轻松哦的心情来唱这种诗歌。啊，这种诗歌若讲莫真严肃要咱唱，其实你轻声来唱，哦，感恩的心来唱，安尼就会使。来，第一节过来。耶稣做咱牧者，果咱拢无害，但是唔免伤慢。破地的形象，真安稳自在。咱应该着对伊，我可以传路。无论经过曠野，也是踮草坡。第二节，你唱互隔壁人听。耶稣做咱牧者，咱把伊听伊，伊说啥来教示，感动咱的心。有时虽然这边也温柔主庇，只有伊会带咱是相记。好，咱的诗到这，请咱备办心来开始咱的敬拜。
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、上帝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，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。即时，请咱三甲来吟圣诗。圣诗第182首，我信全能上帝。圣诗182首，我信全能上帝，永远做我天父，仁爱永光官平昭正，公义治理天下。请咱起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伫咧周末的第7夜，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即是请咱过伙来启用，伫咧神圣诗后壁面，启用文第32篇，启用文第32篇也是诗篇130篇。现着咱三甲来启用。上主啊，我对亲眼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听我声，求你把耳通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。主啊，啥物人也袂调。总是你为赦免人。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，快离一切的罪过。即是请咱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引带阮经过一礼拜的平安，请兄弟姊妹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俄罗你。主啊，阮爱特别感谢你伫早前差派阮的主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，
道成肉体，赎回阮世间人，通互阮得到将来的荣耀。阮恳求你，互阮常常笑念你的恩赐，袂晓用诚心感谢你，毋若简单用嘴来学了你，也会伫阮的生活显明出来，阮是你的学生。求主用你的疼充满阮，圣神帮助阮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一时阮也要伫你的面前来承认个别，阮人的本性是充满罪恶，阁常常得罪你，袂记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总是主啊！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阮的罪，教示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秘密的过失。求主怜悯阮，帮助阮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互阮学习着疼厝边，亲像家己，亲像你疼阮一样。主啊！阮也要为着即个无平静的世界，继续来祈祷、来关心。主啊，阮要求你，互世界遮的大国、强权的领导者、官员有一粒怜悯百姓的心，有智慧、行公义来处理国甲国之间的冲突，互遮的战事紧紧来煞。主啊，最近中东会无稳定，影响着全世界老百姓的生活。阮求主真正来帮咱，来怜悯，互世界来紧紧恢复和平。阮也要为着阮即个土地、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。主啊，面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，阮真正生活伫一个真可怕、惊吓的环境。主啊，阮的赖总统伊要到别个国家来访问，伫咧昨透过阮其他国家的关系，有成功到伫斯瓦蒂尼求主。嘛看过伊一路的平安，伊为着阮的国家在努力拍拼，求主帮助阮，带伫台湾的老百姓真正会使共心来支持阮的总统。主啊，阮后礼拜教会的事工有一个教会运动会，也求主你来。亲身引带，阮教会透过即个运动会，要甲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相较有即个机会，毋若礼拜，阁有即个交易的机会，大家会使伫咧运动会中间，透过运动，主啊，阮会使彼此来看到别人无共款特别的即个恩典，求主你圣神来引带。伫5月即个时间，阮教会内底嘛有侪少年人、青年人，伊面对有一个即个考试甲学业，未来要读啥物学校，求主来引带因的脚步。主啊，阮知影敬畏你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求你来帮助遮个细囝，互因伫面对考试的时阵，主啊，因的心内嘛有你想事的智慧甲平安甲因伫地。教会内底有侪时代兄弟姊妹身体欠安，主啊，也求你怜悯，求你亲自来医治。主啊，阮面对阮肉体的病痛、心内的无平安的时阵，主啊，阮实在是真惊吓。啊，毋过阮愿意将阮的惊吓交托伫主你的手。主啊，阮知你疼阮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你伫阮心内无平安、身体有病痛的时阵，主啊，你亲自甲阮讲话，嘛求你
帮在遐医护人员透过因的手，真正会互遮个时大身体有欠安的有好的治疗。今仔牧师的讲道，阮嘛要将伊讲道的内容交托伫主你的手，透过牧师的喙，会要甲阮分享的，吼，毋若牧师甲阮听的，拢平平得着利益。阮将阮所祈祷的代志，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阮咧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赐阮平安。这时，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个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1节到22节。伫个新约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11节，现着我来读。所以，恁着记得，恁前照肉体做外邦人，互遐个称做隔离的人。请恁做无受割礼，因的割礼就是对人的手所行伫肉体的。迄时恁无基督，以色列的国无分，伫遮的应允的约无感谢，无所仰望，点伫世间毋捌上帝。恁平素离开远远的，单点伫基督耶稣对伊的话有得到quyền活。因为伊是做咱的和平，互两边做一个，拆去迄中间三架的墙，搁伫伊的肉体火无计完受的因端，就是遮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个，要伫伊本身将两边造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，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完受。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，甲上帝和，搁来传和平，互恁远的人，也传和平互近的。因为对伊，咱两边伫一个神得到亲近辈。安尼，你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，就是甲遮个圣徒上国，做上帝家来的人，受起造伫遮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。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角要紧的照，在伫伊见若所起的拢三日落，点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，恁也点伫伊三甲受起造，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。读圣经到遮，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歌是荣耀归伫。各话杨歌。
支持咱请柯牧师来讲道，伊今日题目是合一的根基，合一的根基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上帝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。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你拢甲阮同在，帮助阮会当行伫你稳定的道路。这时刻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领受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灵命的美牛，帮助阮会当活出见证你的荣耀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，愿主亲身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看到这个题目合一的根基，其实咱常常咧讲合一，咱常常咧讲，特别咱伫教会中间，咱会讲咱爱合一啦。那安尼，咱想看卖，伫什么款的情形下，咱需要合一的？也就是讲，合一，佮需要什么款的条件佮因素咧？我将合一这个一个想法，等去你 AI 顶面 ，AI 安尼甲我分析讲，合一的条件是讲两个也是侪无共款的，即个个体也是群体，因的观念、力量合做一个整体。其实咧强调的是彼此的协调、和谐以及团结。AI 佫特别甲我注明讲，这定定用伫倒位？定定用伫宗教，也是咱的人际关系中间。就是咧讲，咱在尊重彼此的差异的这个基础顶面，达到心灵目标也是行动顶面的一致。那安尼来看，咱伫教会中间讲的合一，其实咧讲的是信仰内面、是听内面。对咱的心内彼此的团结，毋是要强的做伙。若是讲夫妻的合一，是讲两个人对婚姻中间，伫心灵甲肉体中间的合作一体。咱嘛定定咧讲同心合意，同心合意嘛会使讲是伫思想、观念、志向完全的一致。伫中世纪的时阵，咱讲有政教合一。是讲政治的权力甲宗教的力量合做一体，然后有一个控制的力量。无论安怎，这个合一其实有一个真抽象的一个画面伫的。咱安尼咧看，雨水为无共款的所在落来，上尾会组织做伙，合做一条溪、一条河，上尾流入去大海。所以，咱伫圣经内面要看的是，咱伫基督的生命中间合做一体，是一个属灵的合一。这毋是讲组织，也是团结尔。但是，咱拢知，咱对教会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知，咱嘛会当体会合一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也毋过，这确实圣经内面真强调教会应该有的特质，所以合一毋是一个真抽象的概念，伊必须要体现伫教会实际的生活中间。所以这其中感谢真多，比如讲，感谢着咱彼此爱互相调整，爱磨合，咱彼此爱去沟通，咱爱谦卑。看无家己，咱爱包容对方，咱爱顺服等等者。也毋过讲到遮济，即个中间有甚物款的因素？即个真重要的因素，才会当成做咱彼此合一的，达到圣经内面讲的迄个真正的合一的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。是咧讨论一个人，伊有基督伫伊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伊应该安怎呈现伊的状态。所以，保罗伫第2章一开始，伊真清楚讲出犹太人甲外邦人共款，安怎共款？
就是因拢生活伫罪恶的中间。保罗这款的讲法，对犹太人因听起来是真歹接受的，因为伫犹太人的认知的中间，外邦人才是迄个生活中因伫即个内面的罪恶，因为因甲上帝无迄个立约的关系。犹太人甲上帝有迄个绝对的性命约的关系，所以即个会当得到救恩的人，毋是外邦人。保罗伊咧论述中间，其实保罗会认为，只要是人，拢是生活伫罪恶的中间。那安尼来看，保罗用耶稣基督做一个分界。要来说明人的性命，迄个无共款的情形是怎样？就是耶稣基督进前，甲耶稣基督以后，当咱明白进前、明白以后，咱每一个人性命的内容会真大的差异。所以保罗伫经文中间会用恁甲我来做一个分别。我伊要讲的是犹太人，恁要讲的是外邦人。嘛是要指出以弗所教会以外的遮的外邦人。保罗伫这中间，伊特别用犯罪这个字，要清楚甲咱讲，一个人的性命应该有一个真清楚的目标，然后咱来按照这个目标来向前行。若一个人犯罪咧，就是伊偏离了伊应该去行的目标。保罗讲，这款的人，就是咧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咧甲上帝的命令咧做对抗。所以保罗要说明的是，一个属于基督的人，甲一个无属基督的人，因的性命是无共款的。但是保罗要甲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讲的，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大家拢是共款的。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人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过去的人，也是现在的咱拢生活伫即个罪恶的中间，咱无法度去闪避上帝的处罚。所以，当保罗伫经文中间咧提醒咱的是，一个人若是伫耶稣基督内面会当享受的恩典，就是甲耶稣基督同活，咱甲耶稣基督同过活，然后会当甲耶稣基督同伫天顶掌权。看到这个所在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是：上帝为什么要给咱人有这款的恩典呢？我想这是上帝伊自爱的缘故。无特别的理由，因为伊是疼的上帝。上帝疼超越了种族、文化、地理等等人所想迄种限制的因素。上帝怜悯直到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。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上帝的怜悯，是咧讲人原本无迄个资格通好得到。但是因为上帝的疼，互咱人会当无条件来享受，来有摕到这款的疼。这种特殊的这种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所以保罗互咱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人对罪恶中间得到新的生命。嘛会当甲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同在，罪就是互咱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破坏啊！也毋过耶稣基督互咱甲上帝过好起来啊！所以耶稣基督是咱甲上帝中间迄个袂当取代的迄种一个桥梁。是一个互咱甲上帝会当做伙一个媒介，所以保罗讲，对罪的死亡中间，咱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的生命有即个过活的力量啊！
咱若是有耶稣基督甲咱做伙，咱伫罪恶的中间，咱看起来敢若是无盼望，总是上帝找耶稣基督，互咱过活起来，互咱有一个永活的生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做伙伫上帝恩典的国度内面，互咱成做上帝的囝儿。嘛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互咱大家伫文山教会内底，咱成做一个属灵的家庭。也毋过，咱每一个人对出生到现在，咱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、历程拢无共款。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独立的思考、判断的能力，互咱每一个人有一个真多元的发展，互咱每一个人呈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特性伫的。那你来看，咱遮尔遐款的无共，咱要安怎会当成做合一的团体呢？想想的，应该是真困难。咱敢有真正伫咧进行合一的这个行动呢？咱要安怎知影咱有合一呢？所以我咧想，咱应该当照着几个方面的这种面向，大约会知影，咱是毋是即马行伫合一的道路顶面呢？比如讲关怀，咱若知影对方伊需要，伊咧面对的处境的中间，伊需要关心，需要咱甲支持的时阵，比如讲咱咧祈祷，无论什么代志，咱拢用对方的利益放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为着对方的利益恳求上帝施恩。比如讲，咱参与伫教会的活动，4月份、2月份、3月份、4月份，咱的读经的活动，咱主日学出游的代志，咱的退休会，以及后礼拜咱有全教会运动会，咱各个团体因的活动，咱伫遮所有的教会活动中间建立迄个亲密互动的关系。搁较重要的代志是，咱同齐敬拜上帝，咱同齐伫生活中实现耶稣的教导，咱同齐顺服信心的引带。但安尼来看，咱虽然拢无共款，咱的个性无共，咱的想法无共，咱的做代志的方法无共，咱的意见无共，确实咱会当往合一的道路向前行。那呢，伊的根基是甚物呢？当保罗咧甲以弗所教会讲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无论是外邦人也是犹太人，拢要合做一体。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不但要互人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互人甲上帝和好，要互所有的族群拢联合做伙。所以，当咱每一个人转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的时阵，是会当超越迄种种族的界线、文化、历史、地理，即种所带来迄种隔离、迄种关上伫的。这嘛是保罗伊对犹太人迄个久长以来一直咧分讲，恁甲我迄种传统的观念，伊要甲拍破。虽然犹太人因真深的即种观念是，因甲上帝有定即个生命的约，是对因的祖先阿伯拉罕来，互犹太人认为因是上帝的选民，外邦人无即个记号，外邦人毋是上帝的选民。但是保罗要拍破即种的观念，
嘛是因为安尼，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无清气的，毋是上帝所欢喜的族类，除非因愿意接受家己成做犹太人。所以伫迄个当时有一种现象，就是犹太人的产妇，伊袂去为着外邦人去接生，这是因的禁忌。但是保罗真用心，要将这种久长以来已经将这种思想伫因内底真深真深的，要甲做一个变化。所以保罗讲，无论是甚物人，只要信耶稣基督，伫神的内面，拢是共款的，因袂有任何的分别，嘛袂有任何的差异。大家已经拢伫基督内面合做一体啊！所以保罗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：耶稣基督毋那是为着犹太人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来是要为着所有的人。所以当咱咧彼此请安，伫咱教会礼拜定书内底，咱有彼此请安，咱会讲平安。平安是咱大家先熟悉伫希伯来文沙龙，伊咧讲的是，即个平安是无搁惊吓、袂惊的意思。犹太人因会惊外邦人，要甲因分别出来，迄是因惊甲因接受了后，认为家己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因惊甲即个无清气的人做伙了上帝的受气。但是保罗讲，恁毋免惊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即个平安赐予每一个人啊。所以伫耶稣基督内面有新的生命，是咱信仰中间真重要的见证。因为新的人所要讲的是掠耶稣基督做中心，是要拍破过去伫传统顶面将人迄种分别、隔开、对立的状态，要甲拍破。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死，互人会当甲上帝国好。所以咱会当若对旧约内面，咱看到伫创世纪内底，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破坏，是因为人受到罪的引诱，无搁听上帝的话，直到人堕落伫即个世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所有的人，咱所有的信徒，拢要结合伫耶稣基督即块基石的顶面。无论外邦人，无论犹太人，无论咱现今伫台湾即块土地顶面所有的住民，咱拢要因为耶稣基督，咱成做兄弟姊妹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伫以弗所书第1章内面，保罗用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躯，咧说明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彼此中间的关系。伫第2章，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这种关系。伊要讲的是，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基石，信徒是结连伫即个基石的顶面。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大家拢是共款伫即个家庭中间，咱所享受的即个恩典福分拢共款，无分外邦人、犹太人，无分外邦人也是青分人。咱只有转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才有法度拍破人甲世界所认为迄种的隔离、迄种的围墙，咱才有法度真实合做一体的信仰的这个团体。所以保罗咧强调的是，当所有的人拢要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中合做一体，嘛是咧讲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所有的族群拢要联合做一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顶礼拜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
拄啊结束迄个通常年会。我想真侪人毋知，即个年会中间其实发生了一件代志，就是即中间有一个议案，咧讨论一个10年的条款。即个10年的条款，其实是要开始会讨论即个议案，提起即个议案的原因，是因为中国伊要有预防对长老教会的即种渗透。咱嘛看到。即马台湾的社会有真侪即种的，比如讲立法院咧审查即个6年变4年的即种的，咱伫落教会要避免总会、中会也是机构中间，互中国派出迄个有目的的人，来摕到长老教会长老的资格，进入到迄个有决策的即种机构的董事会中间。也是总会、总委会、中会、中委会内底，所以定即个10年的条款，伫总会通常年会内面引起了真侪的讨论、争辩，有侪侪支持，讲即个10年条款应该要通过议员，即个议员大多数拢是牧师、长老、中会所派出去的，因咧担心的是教会的财产。甚至是总会、中会到地方教会，会受到中国的控制。但是咧，反对的一方，因用信仰来做思考，特别因是用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中间有一句，讲咱认同所有的自民，互咱会当对即个信仰的。个别中间咧思考，咱对即块土地的关心。上尾经过讨论，表决的即个结果是无通过即个条款。但是嘛，互咱伫信仰顶面的思考是，当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伫即个现实的社会、世界环境中间。咱要怎样接纳人进入到咱的内面呢？当犹太人咧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时阵，因特别伫东门的这门边，伊写了一个牌仔讲：任何的外邦人袂当超过这个门槛，啊无拄着性命危险，恁来家己来负责。耶路撒冷是敬拜上帝的所在，却无允准人进入来敬拜，设立了这个限制。有人就讲，这种的敬拜本身就是无正确的。虽然伫犹太人因的认办中间，外邦人是无清气的族群，因无接受过割礼。袂当进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，但是咱爱知影，真正的割礼毋是表面的记号，是对咱内心真实来回应上帝的听，这才是真重要的。保罗虽然无法度改变犹太人伫信仰顶面所设立的这个关墙，但是保罗伊毋忘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。拢会当建立一个信仰的认知，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是合做一体的一个团体。这个团体是信仰生命中间的共同体，无分族群，无分文化。上帝照着信心，真心塑造咱每一个人。我想这是咱会当真实的体验，咱当互信心定心塑造了后，就是带咱转来到上帝主爱内面。所以，一个人乃当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因为某物人甲讲什么，嘛毋是某物人有真疼心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讲，照着信心的气力。改变人的性命所达成的这个效果，是伫上帝伊本身。
咱的信仰，咱毋是要夸口家己的能力有偌好，咱的教会嘛毋是要讲咱有偌济成果，咱是要互上帝照着信心的工作所带来成果，所以咱是要来学乐上帝，感谢上帝。我想，这嘛是咱长老教会的开创者约翰加里文伊所讲的。伊讲爱将一切荣耀归乎上帝，毋是因为咱敖，毋是咱会晓做，是因为咱是一个罪人。咱无可能伫所有传福音的事工顶面有啥物款的成就，也是替上帝做啥物，是因为上帝照着信心感动咱的心，来归向耶稣基督。来看到上帝救赎的恩典，所以咱需要信心来帮助咱更新咱的生命。这个更新不是一改，这个更新是每一个时刻。咱教会嘛需要信心的引带，互咱得到快乐，互人看到咱，因就愿意要来接近上帝，接近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石，教会是建立伫耶稣基督这块基石的顶面。也因为教会建立伫这块基石，咱才有到真正属伫基督的身体的信仰的团体，咱才当成做信心最刚的所在。所以咱要认识耶稣基督。咱必须要从对上帝的话开始，那呢，咱就会当明白知影，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找来救赎咱每一个人的。那呢，转来到咱的题目，合一的根基到底是甚物呢？我想，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同款的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。耶稣基督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面前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伫阮中间，帮助阮明白你的恩典。当阮每一个人拢是上帝你所创造迄个独一无二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对上帝你遐来的恩典听通的时，我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合做一体。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如何，阮只有注目伫你的身躯，互阮所行所做，会当互人看见上帝你的荣耀。恳求信心来引带，帮助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举行圣餐，咱做伙来唱圣诗第356首。主，我担就近爱见你的面，咱唱全首。咧唱的时，请长老来备办。
这时，咱要来守圣餐，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建立属于教会的陪餐者，咱三角来守主的圣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要喙焦心目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做伙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又提饼，祝谢来拜伊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年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：即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每一届啉的时，着今年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届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耶稣互人卖迄暝，又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咱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即时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阮谦卑恳求你，找信心来圣别阮，嘛圣别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饼甲杯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，伫你的恩典的帮助内面，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。通荣耀你的名，愿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即个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。即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在座每一个人伫十字架顶拍破的。咱请服侍长老。
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恁每一摆食的时，着今年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佮旁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每一摆啉的时，着今年来纪念我。咱请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设立的。咱每一摆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每一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
咱听候主的国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听，互阮领受圣餐，诚做培养阮属灵的生命的美牛，互阮明白你欢喜阮，你听阮，嘛互阮诚做圣囝奥妙身体的一部分。全能的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届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奉献阮家己的时，恳求你接纳阮，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合做一体，继续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会当荣耀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各三甲来念圣诗第136首。耶稣做咱牧者。圣诗136首。耶稣做咱牧者，顾咱拢无害，抱伫伊的行程真安稳自在。咱应该着缀伊，我靠伊带路，无论经过旷野，还是踮草坡。圣诗第136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只是请大家闭慢心来奉献。咱第一摆奉献是圣餐的奉献，今为着圣餐奉献的单位是乐山疗养院。
国来奉献是礼拜的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请坐。这时我要来报告，伫个报告的大声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读2遍。请，因为恁对阮的得到救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伊有所赐二手第8节。因为恁对阮的得到救是对神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，伊有所赐第2章第8节。好，咱来看下周圣经分担。下周是母亲节的联合礼拜，所以敢若有一长的礼拜吼。领袖是领袖是敬拜团，司礼是周明雄执事，司琴是庄义林传道娘，献诗是献歌队，司献是施新宇执事、郭金敦执事，交台是谢义宏执事跟李色龙姐妹，音控是陈佑珍弟兄跟周宏邦弟兄，执事是施新宇执事。好，下周的主的内容：拜三暗时8点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利和传道书，司会是地灵业执事。要查考的经文是《列王记》上卷第6章。那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。礼拜主日礼拜，主理是利和传道书，经文甲圣诗，请兄弟家己来参考。好，请咱先到周报后壁面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圣礼典。本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是要为着乐山教养院来奉献，请兄弟为着这个机构来关心大道甲奉献。
第二个这都市马拉松，这最后请牧师再来颁发。好，第三点，母亲节连下礼拜的主日是母亲节，教会要为着要感谢每一个母亲的奉献，要送互每一个妈妈有一张经文的卡片，啊，佮有一蕊康乃馨啦吼，啊，要表达对母亲的疼甲尊敬，爱甲尊敬，疼爱。好，对母亲的爱，好，感谢。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吼。毋若即工啦，逐工拢安就快乐安尼，吼。啊，中昼吼，下水中昼有扫帚哦，吼，这小朋友甲妈妈团契有准备这爱餐，啊，请兄姐来家己准备这餐具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有讲，敢若一顿尔，吼，有下礼拜吼一顿。吼，第四项。教会要定义嘛是下主日啦吼，母亲节隔一天吼，迄中昼顿食饱以后呢，下晡12点到4点，要伫咧特教学校吼，特殊教育学校伫咧秀明路典馆的特教学校的体育馆，要举办教会2026年全民运动会啦吼，就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第3届。啊，有这趣味竞赛，有大队接力，啊，佮有这躲避飞盘，啊嘛有啦啦队哦，吼，讲，哎哟，我无法度呢吼，啊，无要紧，伫咧边啊出声就好啊，加油加油安尼就好啊吼，啊，欢迎所有兄弟来参加，啊，这报名到今仔日尔哦吼，所以还未报名的爱赶紧哦，吼，赶紧。好啊，因为这特教学校因为这安全的控制啦吼，所以一定爱有这名单哦，莫讲这。后主伊才讲啊，我临时想要来参加，吼，安尼对学校遐我嘛比较较歹交代啦吼，所以大家有意愿拢来报名，吼，拢来参加安尼。好，啊，过来就是请第5点，吼，这恭喜5月份的寿星，加请牧师来主持。好，咱大先为着5月份生日的兄弟，咱来甲因祝福，请5月份生日的兄弟，请起立，互咱看者吼。啊，搁有君主制，我看在场啊，搁有啥？义宏哦，义宏伫遮哦，好，咱做伙为因唱生日快乐歌2届吼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为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甲5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。愿主你看顾因，保守因，互因每一天。拢领受对上帝下来的平安喜乐，互因每一天拢有上帝甲因同在。愿主过去你怎样恩待因，一时刻将加倍的恩典疼痛放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每一天拢牵条着主的应允，跑走着主为因备办的道路，互因一生倚靠主。愿主亲身赐福因，愿将因。搁一届，甲因做伙欢喜快乐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甲因讲生日快乐，请坐。好，这是咱要来颁发吼，迄个咱对过年前吼，旧历过年前，咱就有一个读经的马拉松活动吼。啊，这个名单吼，名单帮我放到名单，好，名单。马拉松的名单好，这个中间有歹势吼，天平箱周报顶面甲你的名拍毋对，真歹势吼，这边甲你回信息的吼，正确的名伫跑步的顶面吼，好，咱请遮所有马拉松完成的选手吼，来到台前来颁奖，咱甲拍步啊，来，拢在场的拢起来。
来，拢来，人人有奖，来这。咱教育团契组呢做这个牌啊吼，这个牌啊吼，顶面写，这面是有咱教会这个礼拜堂有写42天读经马拉松吼，42天吼。很怪这边呢是写2026年4月初5大斋节期读经大挑战完赛纪念呢。好，咱一个来颁发。对，要带，正式的，来后面。啊，你头太大了啦。卡住了。陛下是出来的。天北，等一下。好。谢谢。咱拍婆啊，该好嘞，后面翕相，好来照相。咱个拍结果咧，恁在座有偌久嘛咧安尼接受颁奖啊？还是敢若一生当中只有今天？伫即个42天的过程中吼，咱有总共拄着礼拜日吼，咱大家拢应该知影，咱礼拜日有举办一寡迄个卡米娜集点啦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一寡小点心，啊，第三就讲算一寡小游戏哦，大家即个过程中会当较轻松的，咱叫做欢乐补给站啦吼。啊，为什么要卡米娜？要集点，就是爱互阮知影讲到底即马参加的人伊的进度到倒位，吼啊咋？阮大概拢算做是点名啦吼，啊点名有够的，安尼表示已经在即个路程中一直伫走啊。啊，透过这摆点名的时候，我有法度去看着讲啥物人，即礼拜拖无出现，吼，我可能会大家鼓励者讲，啊你即摆拄着啥物代志，你会当继续来走。啊，伫即个过程中，有2位兄弟，伊头前的3礼拜拢无问题。但是到尾仔的时阵，伊拄着一寡代志，可能身体无爽快，爱去病院检查，吼，爱去做治疗，也是讲出院的人，有一寡迄个住院，也是讲到尾仔过身，所以到尾仔拢较无法度来参加。啊，所以伫遮嘛是爱搭这2个兄弟吼，颁发这个完赛奖啦。我相信伊无拄着这代志的时阵，一定会走到尾仔，走到到啦吼，完赛。啊，一个就是咱的爱玉姐妹。啊，但是因为伊即马伫病院咧治疗啦吼，啊，咱继续为伊来祈祷，啊，咱请医生来带。啊，这是咱的御家执事啦，处理我拄着一寡代志，但是我相信伊一定会走到了啦吼。但是咱嘛是来互一个完赛的纪念。
好，多谢啊，请大家为因来继续祈祷，过来，这个奖牌有好无？好哦，水吼，多谢啊，这个咱是请义林传道人帮咱设计哦，嘛感谢伊。啊，工商服务一下哦，后礼拜要做啥物活动？哦，请大家来报名到今仔日啦哦，多谢。这是咱互相来请安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行日。咱拢真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真做上帝子民。因为耶稣真做神，因为耶稣入革命。好，这时请咱游员徛咧，咱来唱雪尾面的圣诗，圣诗第386首《天的万邦万国万民》。吟诗线，咱请科牧师祝祷。天的万邦万国万民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同在甲扶持，甲恁众人之地，对即日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密道。
礼拜即时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